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今日下午我为大家带来某个好吃的点心来看一下我的头前，哇，係咪清香意思呢？按照毛姜的办事，係咧女輩後生頭家做的喲。怎麼嘅就會想到做一條毛姜的辦事呢？今日特別邀請佢到節目地位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哦。馬上就來分享我哋來自女輩阿芬。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思芬，來自屏東女輩的，我係今日嚟做李董藕粿。哇，阿芬歡迎來到節目地位哦，頭都同觀眾朋友講，哇，唔得咧，按多好食的辦事，等一下都麻煩好好來紹介咯。不過喺紹介一條好食的辦事之前我想請教一下阿芬，頭都講，嚟做一個店的，更加創業一點名係乜嘅啊？李董藕粿。哦，做乜嘅會按一個特別的名嘅，有乜嘅用意嗎？因為我本身也怪好食有的，用有的由於也是東西。是啲要求嘅東西要豐富，食材要食材，所以我都一開始都研究有嘅東西，成立店名以前，我都周圍都送朋友食，俾人試看到口味有要改變嘛，所以到面下決定出來賣嘅時間，一個大姐都講，你用嘅料嘅儂按豐富按食材。等於講，攏東市種特別特色的，乾脆人都很多李董藕粿，所以個李董藕粿個店名都係嚟嘅。嗰個頭前咧李董講嘅都係，因為那個食材不惜成本啊，就像東市種咁樣全部都落下去，盡量不惜成本。嗰種大家都歡迎李董嗰種後背藕粿，都係剛剛講嘅烏板就係我哋這個產品最主要嘅部分。一個名係安尼來哦，一個名係都係我哋這個做的嗎？用一個 mark 啊？係啊，一個 mark 也係這個設計的。你這個畫個？我太太畫的。哇，厲害！嗰種能講破兩殺傾下嚟做一個創業。沒錯。哇，冇想到人家很厲害，全部有個絲啊，全部畫個很這個嚟做哦。由於啊絲的幾道擺，因改變，做到絲下尾，然後再決定來做一個，像一個布為紫色，紫色都代表有的。係啊，我都想講，用這個紫色應該係有的吧？可能有個部分，哇，嗰種這個 mark 很自家來設計。不過，阿芬，喺做一個工作，喺創業之前，本身以前係做過乜個工作㗎？其實我之前的工作係職業軍團，我之前工作係喺裝避彈機。攞裝軍種的戰鬥機。因為退伍之後，朋友其實退伍之後有朋友來介紹去南迴鐵路電氣化做嘅工廠。因為也團做邊一段時間都冇鐵路卡，加上去做南迴鐵路工廠嘅時間也冇不是鐵路卡。因為嗰時做這時間，公司一禮拜看生意看到100，雖然講明日歸來，因為歸來時間生意都全部都脫數嘅。等到有人脫數歸來時，我都去上班嘅，所以一禮拜都只能可以看到100。因為加上都卡太細攏提下嘅，所以都決定講歸來做一個藕粿。因為上一個工廠嘅班路日夜顛倒，所以身體都不堪負荷，都出了一些問題。都經過使用一段時間。都喺想講，我下一步會做乜嘅？我都同我太太研究講，我望下能好食有嘅，或者來做有嘅相關嘅產品，所以都決定來做藕粿。都係講，這個家己是都好其他嘅工作，其實做嘅感覺講，還係希望有更多嘅時間陪伴這個嘅家庭嘛。嗰時候就想講這個嚟創業用這個希望嘅東西。不過做烏板嚟講，做烏板傳統嚟講。有千多嘅功夫，本身又唔係學業嘅啊，這個喺學嘅時間又多到乜嘅困難，也係講，因為有個工作，係特別去上其他做事的、做班的一種課程，有冇？其實都冇，因為我哋好食有嘅，有啲時間我哋會同太太兩人不時都四處去食東西，食到有烏班嘅東西，歸來之後都能研究，再看看內容去改良調整，變成我哋自家品牌呢？按厲害，你這個用實在的，你都可以去學到人家用辦去做的哦。其實因為我
公司在我18有餐饮的待遇，我落下伫做，我妈妈嗰边做素食的生意，所以那些料理拢会天数，伊无还是我天数下去煮下去做，所以对餐饮是18有迄种基础伫个，所以加上既然这个要做，你慢慢的去研究。安尼来讲，阿芬，其实你对个料理可能也唔免讲完全无基础嘛。对你这个如卡慢慢也有个部分，有去探索，嗰种有基本的观念啦，吼，技术都有提升嘛。唔能讲有这个去说各种的有诶个料理，有是讲嘛个特别印象的，也系讲能特别条件最严都那去说的。最严的话，有，其实最严的都行做。新竹、台北也有，都是一点传统的北部的客家美食。由于北部的客家美食是，伊都是伊看伊的做法设起来，不同设起来，感觉同南部又无同样。所以你有一种机会，你讲莫人来做像类似伊人间的北部的客家美食，人之后就改了。所以你来做。嗰种人这个有诶个产品里边，其实包含了有北部诶，同人这个南部诶客家诶口味，有其他唔系客家口味诶冇？有没有吃到？像我哋有一项紫米糕，其实像一般北部还是南部诶紫米糕，吃起来都像个甜的八宝饭团一样。所以我哋都提加，因为我哋本身做有诶，所以我哋都想讲，莫就用紫米。重要就是夹有诶，就做像小点心安尼。就把它做的精致化一些，无穷的口味。你这个创业之后都更加差不多1久的时间啦。我哋创业都更加3年。3年的时间呢？你过程之中，你这个去选，人讲做五板最重要的嘛个迄个原料嘛。你提做有诶时选，你个有诶有特别选过嘛？人平常的有诶也一定的有名呢。尤其是你一开始用有诶时，还唔多晓得选。有诶品质也唔多晓得一套。所以一开始做诶时，其实讲实在，我哋挑回过都有诶。像我哋做一项产品，如果也比例唔超嘅话，我哋绝对唔会再做出卖本形式，一直如微价压，无如销毁路安尼。最开始提做4年的时间，也系用买菜体小农的，也系讲自家如果有种能有就会来用。一开始用有的迄我岳父，伊本身有像伊个要种东西，有种有的，但是伊种的菜啊有的就伊拢无卖，伊拢送无骗人。所以你讲无人有的，我同用下来就试看看咯。所以一开始你用有的，一开始做。产品还唔前研究出来，一开始在做芋头西米露，这芋头西米露做出来，你发现讲一开始一个产品也会受到他个人的反应。嗰时候其实人家岳父给个有诶品质也当好嘛，迄没好几年的时间，其实你可以全部靠佢来专门种个有诶饭店。也冇办法，因为都慢慢的开始都更加1礼拜有诶差不多。用100斤都差不多，都会都300-400斤咁多。哇！所以伊种个有伊根本唔拿白帮来用。好啦，冇半老人家安心过嘛。你想讲，这个种个其实拿白用的好，冇想到还要用安泰。哇塞！创业都更加3年，这个拄到过有某个过困难的事情冇？因为从阿芬头都有讲啊，这个做事的其实有失败基础的，其实研发一个口味，应该就讲唔会困难。你这个提做一个创业时间，你这个感觉讲最困难，也是讲最有挑战性的部分系乜嘅？最有挑战性的，一开始我哋喺伫市场喺摆摊嘅，由于拄到以去年来讲，拄到疫情，由于加上落海有生意咧，所以拄到疫情嘅市场其实也改无人可以去，其实平常嘅市场也有阻击者去过，所以越来越无人。由于像安尼情况下一样的，所以市集因为店迄个，所以因为加上陆卡开销或生意的负担，越来越重。同假如讲无话就你来抢朋友，无你公司来做预定团订，所以如果也请朋友，请朋友，伊就有公司，如果一定有预定嘛，就你来做，你慢慢来做，可是演变都做到而家全部都用宅配。嗰时候
一开始啊，都其实你係用淡的方式，說淡的摕市場烘擺，磨店面哦。磨店面。哦，啊，嗰種佢受到疫情的影響之後，乾脆連店都淡的都先疏烘了，所以就全部做人家講接單的網絡生意安尼做栽培。因為我堅持我的東西，當日做，唔好講用3日做好便宜來再賣。所以我攞當日做，當日像朋友廳還是公司廳啊，攞當日打造就做好，啊包裝好，太量太嘅話，我都直接親自去送別人。哦，阿飛，你頭都講能睇市場我擺檔咩？喺哪個市場？喺潮州嘅市場，屏東潮州市場。哦，潮州市場，我覺得喺女僕嘅市場地位哦。女僕有喺街坊擺過一站嘅。啊，後來，但係因為各地嗰度粉絲，我講，那我一個擺，那個一個擺，乾脆，我哋女僕都先點嘅，先去潮州。啊，屏東市場也有擺過。但是屏東市場一部分都點嘅，都專注於喺潮州。但是疫情過後，發現啊潮州也屬於來嘅。哦，不過阿飛頭都講，安尼喺市場嘅擺有睇人哋女僕嘅其他各區都用擺過嘛，睇客莊啊同嘅可樂人嗰度嘅部分人擺過，啊有人對人家嘅名嘅感覺有特別嘅反應喎，有個點名，像睇客莊啊，見到我咪看伊咧有個名嘅唔提供，唔睇咧買嘛嘅有安尼回饋冇？有，一開始有拄到過後那個，一個大個嘅市場嘅擺，一個大姐來問。伊都因看你懂學過，伊講，伊都問講唔想你咩？我講我想你啊，伊講，啊人名嘅唔都懂學過，結果都唔樣嘅名嘅四十四嘅，係，所以我哋開始講，我喺你懂，啊我哋買學過。哦，有個人會講，係負心嘛，你想你也係個想懂呢，係咪安尼？啊，有個人可能會講，學過係買紅公那個公仔嘛，哇，真是鬼貼片呢！哇，觀眾朋友，聽下阿飛的故事，係咪感覺真神奇呢？原來這個喜歡的東西，加上這個用心，又可以來創業的喲。到底佢買的版式，還有兩版的口味，也係特別的地方呢？休息一下，更多的故事馬上過來喲。前面聽下阿飛講佢按度創業嘅故事，更加馬上都來小記佢到底做嘅那條好食嘅版式嚟喲。阿飛更加都搞本嘅喲，唔看佢帶來按度好食嘅，對哪一開始先小記啊？介紹那個烏龜橋，其實我做嘅烏龜橋，裏邊材料同老闆無共樣，裏邊有蝦米，有花生，特別我哋要加花生，一個老闆一般嘅烏龜橋一定都冇加。係啊，人哋一般咧看到嘅一種鹹嘅烏飯嚟講，像頭都講嘅鹹米啦，可能其他料嘅頭，人哋還有適當。做乜嘅會想到我加飯條呢？因為加飯條嚟講嘅話，所以嚟口味又會較強。可以展現講我做嘅東西，都會同他嘅冇共樣。做一啲區別，有一種特色嘅部分。你哋嘅飯條有煮過，也係炒過嗎？整過然後再炒過。我較強，整過還會炒過，按功夫哦。按你人做一個嘅烏飯嚟講，你會花1久嘅時間啊？像我哋做一輪烏龜橋嚟講嘅話，差唔多1點多鐘嘅時間。唔過1點多鐘嘅時間，前面料頭要準備應該要多時間吧？還會磨嘅米漿啊，要得。所以備料、準備料頭就都花時間較長。我花一年的嘛。其實差唔多半年咧。半年哦，按你也個鹹嘅烏飯看過嘅，菜嚟喏。甜嘅都，而家人氣最旺嘅紫米糕。都紫米啊中間，上下紫米中間都夾芋泥。以色列口感層次會無同樣。我想講奇怪，有個看法嚟，親像人哋講嘅米糕，唔過中間夾層又像唔咩？原來做法係像人哋嘅雞卵糕咁樣，人哋講嘅芋泥夾心嘅嗰種雞卵糕咁樣嘛。大概類似安尼嘅。嗰種
底杯迄有诶个芋泥啊，当个两层迄紫米糕。但是也种迄紫米糕吃起来，如果吃到米香，那个有诶香味。哇，安尼个紫米来讲，迄毋要蒸几久啊？紫米来讲，我蒸几久，差不多拢蒸一暗步。因为一般来讲，俺自家最强的是到你讲遐种糯米啊、紫米啊种磨酥，唔对冇，说的硬啊。虽然讲口味几好吃，不过哦，炒风咧真是个失败。因为遐个问题有银行要同人反映，讲伊卖贵的时，伊是来米嗰种磨酥，啊就拢同银行解释讲，因为紫米的东西同俺的米饭同样，你只要焖过之后会变硬。啊，伊就用过好散的口感，啊，伊就用俺的拢提供，啊，蒙如隔水加热整锅，伊规个软度、香度都出来的。嗰时候佢讲，唔爱是讲软呢，规一定爱整锅，啊，假使讲唔是个球的，这只都推本子乱的是，推本子说安尼是，哦，cái感觉是好来行係幾硬嘅。係啊，其他量嘅啊，可能是啊，順後雞喏，順後雞看方嚟是擺嘅。迄像咖喱的色色。哦，伊个古早味肉燥的藕粿。啊？系当方藕粿，当方有铺虾米肉燥。还是来，唔过是到有的小米啊，都搭配古早味肉燥来食。哦，也係一種鹹的烏飯的形式。不過有種係唔係人客家傳統的做法啊？係啊，唔係客家，俺哋客家人入邊咧，因為俺哋客家傳統的米食係貴嘅。像拌一样，用拌菜去做。嘿，拌菜包喺地杯啊。啊，你想講，直接用食有嘅，本人客食到，直接都食到有嘅。用安尼概念去來做。哇，嗰時候家己是有嘅人，是你能個五板真是怪有感覺的，因為全部都刷牆，然後全鋪喺當個空空嚟就清滿。哇，前面三個都已經按響應咧，再嚟呢還有更多嘅木香用嘅木，中間還有按刀呢。係，中間更加介紹藕包。藕包。偶像包袱的藕包，藕包有啲人問講藕包係咪薄嘅個唔係，係用貴嘅烏嘅，然後刷牆地尾去包豬肉，做像包一樣嘅，啊所以有很多藕包。唔係人哋講偶像包袱的藕包，啊唔過佢看好嚟安太了，哇真是料條用嘅貴食材呢。係所以用料嘅都應該不惜成本而已。啊，毋過安尼人工地包迄包肉啦，啊，佢喺包嘅時陣，我唔係盡快將有嘅包好咧，我散下。一開始做嘅時候我散下，但是你慢慢的研究，啊，讓個本有嘅去軟化，係啦，再過來包嗰個包。哦，嗰種唔是喺包嘅時陣，都直接用肉啊，用有嘅同佢包好咧，唔是加乜嘅粉啊，揾佢個鹽安尼唔是，佢這個本身都有澱粉。本身都有澱粉。哦。啊，睇嚟順後嘅安貼迄個細細嘅嘅係乜嘅？嘅芋泥球。芋泥球。芋泥球係用規個有嘅去蒸，伊個芋泥球完全冇加粉冇加水，唔是都完全都有嘅。哦。所以本上我焖過之後來食，都有鐵食冰淇淋嘅感覺。係哦，芋泥球這就直接安尼，啊佢有做乜嘅加風特別的調味嗎？調味有調是把甜，因為有嘅冇。加甜的話，是來貴模式。啊，再過來講，所有有嘅產品，你一定要加一把甜，你用糖分替下有嘅香帶出來。哦，佢一定要有18個甜味，啊，才會有其他嘅香味帶出來。係，差。哦，有個芋泥球空空咧，真是小朋友應該該喜歡吧？係，小朋友個細阿媽也貴好。哦，有甜醬嘅部分。啊你。一個應該係飯滾吧？係啊，飯滾有啲油飯，栗子香菇酥油飯。等一下哦，阿肥，唔調到手嘅按到烏嘅產品，該不會有個飯滾點樣切開來點樣一團烏嘅吧？哦，一開始我哋做一個飯滾嘅時間，一開始就變烏嘅，但是發現烏嘅落飯滾同阿標，伊較冇容易去保存，所以我哋都同烏嘅拿下。但是因為可以做一個栗子油飯。冇有嘅之後，我哋要真空包裝，所以佢真空包裝以後也保存嘅期間會較長。哦，嗰種唔能全部嘅產品全部都可以做真空包裝嘛？攏可以，攏可以。嗰種唔能更加都有嘢做嘅，因為條到有講到唔能要做栽培嘛，因為以前嘅關係唔能做栽培，嗰種唔能全部都真空包裝。所以其實我哋產品已經有到新加坡、到香港都有栽培過去。到外國去哦？係。
哇，个成本都贵高啊，因为香港同新加坡嗰邊朋友，粉絲攏打電話嚟聽，聽下就會哋寄去台北，由伊人即家通路，再送伊人國內。毋過阿飛，你頭頭講，有個反過加上有誒會無法度好保存規矩，係乜嘅原因啊？因為有發現到有誒老反過，如果通下標嘅話，因為有誒以為其實有誒伊係有是把會發酵嘅東西，所以變較舊嘅話，食起來感覺無咁樣。嗰時候假使講無有嘅話，可以過舊，加上有嘅之後，因為有嘅本身地部嘅酵素來，係乜嘅原因，然後本佢嗰較容易講發酵會變質，係安尼嘛？真是會有一個，唔過我哋食到好食嘅東西吼，尤其係反過。馬上都說嚟講，唔好幫人佢嗰時候都冇發現到有個問題呢。喺好彩人自家有在做有個栽培啦，可能能夠注重。因為慢慢嚟做，慢慢研究，我發現問題。你也重點介紹係個，順後一個應該看看嚟也係有嘅，唔過看看嚟糊，你係假係乜嘅東西啊？我哋假沖成嘅黑糖，所以食落係軟 Q。有個搞嘅嘛？唔係，一路地講類似黑糖糕，但是它吃起來吃起來軟 Q。較軟，較適合老人家食。因為梧桐做嘅烏嘅板，聽人哋講，哇，安尼有個都真好嘅時間，應該搓清 Q 彈，安尼將布搓一下佢會彈，安尼嘅感覺吧。唔然講嘅係唔能更加帶過來係健康，應該算最多反映嘅一個產品嘛。還有其他個貼喺度冇？佢貼喺度我哋做圓嘅板，一般我哋做圓嘅板都比較簡單，我哋做烏嘅板圓嘅板裡邊有用烏嘅。刷簽嘅，又係變一塊嘅呢？變一塊嘅。這真是冇共用呢。人家這個有研究過對人客嘅反應冇？人家反應講，老人家最好食有哪道嘅啊？當然我哋會未必會談過人客講哪個好食，哪個口味去改。事實上前一陣嘅香港嘅節目有來同人做採訪。採訪之後，香港嗰邊有幾多人？原來本講可以栽培冇，因為以前嘅關係，人哋講更加海外栽培冇辦法。嗰時候佢都真可惜，佢哋都冇法度好在本地人去食。唔過老人家細年咧，甚至於講後生年，大家嘅口味都冇嘛，共用嘛。人家嘅產品又因為人客嘅反應做過一個完全大變化冇。有咩有像一開始我哋喺來做，我哋做栽培時間，因為一開始做包裝嘅就攏冇辦法去改進，只一個包裝係後來慢慢嚟改進，讓嚟改進一個。嗰時候頭下嘅時間冇像安尼安醬嘅包裝。係頭下包裝比較普通一些。好簡單嘅。一段時間人家熟到，包裝難免會去把壞下。一段時間我打電話嚟翻譯。係啊，我哋一段時間人家講話會較重一些，但是我哋攏會講。唔怕同人翻譯，也係我哋嘅成長嘅養分，喺度慢慢嚟改，慢慢嚟改進。因為畢竟從零到一係最困難嘅，所以如果人家熟到東西，我講啲東西冇鹹味，冇得貼鹹，所以都慢慢嚟改進，慢慢嚟改進，都更加嚟講嘅話，都比較穩定嘅。安尼談好來，應該有幾多始終嘅粉絲同人支持吼，做麼？仲唔可能講嘅都行去同人聽呢？像我哋有讀過最始終嘅粉絲都，我哋嘅市集提那嘢，如果貼起來，像我哋有讀過提高雄嘅一堆兩姊妹，我哋嘅市集提那，佢哋都專場對高雄企業都買來，來時都喺他們面前，如前面嘅產品如從頭試過一遍，米香都有試到，米香都試嚟，而貴嘅時候全米香就帶一份打包回去啊！哇，真是馬上都想講了，所以哈，可能先到底有好事不能有個暗響應，想到天燈人，還米香都試過呢。還有讀過粉絲路誒，一定要能給面聽咧，叫個擺市集，伊專場視察來，老個叫請到，好不容易請到調查委嘅，伊來買嘅，馬上一路貴嘅，不過人咪講，那一來馬上就講，我都專程我來買人嘅東西。哇，觀眾朋友，你看。
虽然讲更加还无法度好了，是有的按好势的点子，不过讲那看到我都说哇，感觉其他个好势天呢。不过听讲阿凡佢还有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做法，到底係乜嘅呢？哦，CB 茶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紹介哦。前面阿凡小哥嘅轨道佢做嘅好势的五板板式，啊，不過最尾下佢係搞本嚟嘅，看來親像普通嘅五板啊，佢講有嘅係佢最特別的，啊，都係特別嘅呢，哈，阿凡，唔講有嘅有特別嘅呢？它特別一般，俺們是多嘅五板傳統嘅五板路上安尼，係啊，是假是，但是俺為了行與俺靈感，俺不是過好走日本，啊，去日本了時節。弄我哋看人家烤嘅小團子，因為團子有咩係米食做嘅東西，弄我哋一看，我哋想，既然米食做嘅團子伊可以安尼行，啊，我哋學過，我做乜佢唔可以安尼行，所以我都歸來做嘅時間，就開始研究用嚟行，啊，口味用嚟做，所以咱做到有幾種口味，其實一口味也唔單止有一種有。有辣的，有巧克力口味，有煉奶口味，以下種口味，本身食起來都，當作講，我學過，就是來像日本的小團子一樣嘅。哦，嗰時候前面哦，比如我哋前面睇到冇看到嘅都會講，有個五板都效法講，日本嘅嗰種烤團子嘅方式，有做鹹嘅，做甜嘅，本嘅鹹嘅，哦，塗嘅醬，哦，又係講加上無孔嘅料嘅，哦，本嘅安尼有個特別嘅方式嚟食。啊，難怪我都想講，根本你帶來嘅東西啊，食嘅東西啊，看得出來啊，會不會變伊啲滷嘅？啊，根本我睇嘅，我又唔快些講，直接嚟問講，有個滷嘅到底係做乜嘅用嘅？現場嘅用嘛，哦，係輕燉嘅補嘅睇嘅用嘅，哦，原來喺度用有個鹹嘅五板哦，真是呢，都鹹得嚟嘅東西啊，其實。我們一般逛亞企的夜市啦，或市集的時間，真是冇看到東西，先批到嘅米頭都忘記上過去，像個烤牛啦，有個烤乜嘅東西，炒乜嘅東西，真是嗰啲香味啊，一下子傳得過遠呢。啊，你呢在做一個烤嘅個五板底杯啊，這個有研發講最特別的口味係乜嘅？最特別因為有嘅來行嘅話，也米是讓我出來，如是把用。客家、客家元素，用日本的食法、食的方法來食，像最慢慢的如年下最接觸的如一個海苔同肉鬆的口味，我面下都加了，冇嚟加一個起司。哦，嗰黃黃嘅係起司。係都起司。哦，都起司醬，牛鬆、牛腐嘅，海苔嘅啊。中間嘅叫做焦糖，哦，又覺得係條油，都鹹的咧，哦，你有想過之前啊，有一種口味個特別的，像人家人哋亞視看到賣豬血糕，然後撒個飯條糊啦，加個香菜，你有試過嗎？有，我哋有試過，但是我哋這個本身食起來口味如我行好以後，落飯條糊，加10把香菜，安尼下去，試來真是嗰種嘢是種嘅。這才是中嘅，是中嘅米是完全一模一樣。哦，其實也唔會差，不過有種口味冇一啲米咧，你都叫做尤其係香菜嘅部分，因為你清輕啲。係啊，真是鬼神奇嘅。啊，人有個滷啊，頭都講到人係用鹹的啦嘛，我講人咧滷也清香個特別咧，係人去天做嘅嘛。哦，有個滷嘅，其實咧第一擺一開始創業嘅時間，第一擺行路用安尼滷嘅，但是慢慢就發現到，根本。唔打擺來行，所以我更加用嘅滷係特別太天做嘅。哦，啊，你喺做市集啊，同講做有嘅部分行五板，人家第一擺看到嘅反應係乜嘅啊？人家第一擺嘅反應都感覺幾新奇，所以我就問講，人係買乜嘅？然後我講人烤火粿。其實擺市集來講，擺市集可以學到幾多東西。又可以交到嗰度朋友，提一個擺市集之中可以大家人互相嚟交流，同然後也可以介紹我哋產品，
安尼人喺拜四季条都唔讲，可以学到几多嘅东西，可以交到几多嘅好朋友嘛。第四季里边有冇嘅印象，嗰层嘅事情，又係讲自家有学到嘛嘅嘛？哦，嗰影響嗰層嘅路，其實拜四季來講，有拄到一個人下路，伊同人聽東西，但是伊沒聽比這個，伊聽比伊阿媽媽。啊？係。但是伊聽嘅東西非常慢嘅時候，可能發現講，有個飛嘅賬號嗰種唔係台灣嘅人吼，所以我哋攞問講，係咪佇外國人要佇台灣？伊講係，但是伊媽媽佇迄個佇一個山度的一個小村莊，所以特別交代人講，很種幾東西是栽培的時間，我同栽培雙方人講，伊媽媽行動較唔方便，所以可以等下一下嘛。講話你同阿太太你問講，冇關係安尼，我哋親自去送，是講伊聽的東西也沒幾多啦，但是我哋你視察時係2-3點鐘，伊迄個佇恆春的一個山度的一個小村莊，也尋唔幾久，能尋到。所以聽伊媽媽講，了解規個故事來，伊來講也冇嘢見啊，天來上班。然後講之後還想講，我哋送嘢其實也唔係一個東西，係一個心意啊呢。幾難得呢，阿芬人真有心嘅，一般的人談講有個係唔會特別當注意到講係其他關愛啊、關愛嘅。你能注意到嘅，係特別送過去呢。你佢輸到嘅時候，佢媽媽有講到一下冇？伊媽媽輸到也佢反映講，咱唔係很栽培嚟送人親自嚟送，講，我哋都動作都出來了樣嘅。幾難得呢。唔過阿飛，還有其他印象各層嘅故事冇？以四季來講，其實拜四季我堅持拜四季，市場嘅部分我都冇拜，我堅持都走四季，因為講配合我哋屏東縣政府嘅所有活動，來參加個四季，其實四季可以學到幾多，可以來觀摩其他攤位，來觀摩快點樣去做，你故事嘅背景，來交朋友，以後我們較緊要來互相交流講。或者啲優缺點喺哪嘅？阿飛，你談講嚟唔參加嘅四季，睇有嘅都係屏東縣政府舉辦嘅，嗰個範圍全部都係喺屏東嘛，唔能有去過其他地方做四季嘛？我係去過資源咧，去過特別嘅南港展覽中心，個新竹。人做乜嘅會做啲案件去咯？喺人家邀請定，係喺人看到有冇嘅機會，人特別做啲案件嘅去。因為有北埔嘅粉絲也有啲問，嗰邊主辦人。也咧邀請下哋，所以我哋都講，好啦，望下就攞啲擺陣看看咯。所以你講啲機會都上去。你既然要做到北埔去啦，吼，咪就繼續嚟問一下個北埔嘅人客同南埔嘅人客喺四季嘅地方，本人嘅反應吼感覺，有冇嘅無共樣冇？特別啲人客，以四季來，伊比較北埔嘅人客都比較較喜歡食傳統嘅東西，係，所以我哋南埔帶南埔傳統嘅美食上去，一定看到會個介意，所以攞賣幾多。以南埔嘅嚟講，然後嚟講，南埔因為南埔嘅美食辦嘅午辦就種類幾多，但是我哋將我哋東西弄比較精緻化，做小點心啊呢，所以人買起來會。是把綁手綁腳，你要好食唔好食，所以南北客人的差距都提下嘅。睇有嘅嚟講，應該嚟講，北埔個難得看到一種傳統嘅美食，嗰時候可能會希望找一個傳統的味道嚟回憶一下，講好叫做傳統嘅東西。唔過南部可能不是會食得到一種傳統嘅辦事啦，等到大家個希望是個創新嘅東西，唔過可能喺創新嘅東西，可能又有特別嘅包裝過，其實冇像傳統嘅，可以一下都買一啲先試過啦先，係咪安尼啊？因為像以栽培嚟講，其實栽培對於去年嘅疫情開始都更加，栽培單係注意力看，已經台灣規個每個縣市都已經有栽培過嘅，但是栽培族群大部分都係後生嘅一部分。因為後生嘅個會用栽培啦，老人家種皮可能講唔會用一個部分啊。你能做一個四季吧？有
应该讲头头有讲到嘛，有个电视台来访问的，啊有个公司啊，提像人哋年终尾啊，嚟喺某个发通嘅时候，我有向人去到现场了行业嘅舞伴嘛。有咩有？像前一站嘅冈山，冈山嘅高速公路嘅公务端，伊哋办年终嘅，伊哋公司年终嘅园游会，有请个人去。哇，真是怪奇妙呢！啊，人做得更加安好，名声已经出来。我们希望讲有一日可以去到某样嘅场合来推广一道美食的，像人哋讲嘅国宴啊，嗰度嘅。哦，其实去年呢，7月份我哋就接到我教父嘅电话，一开始我哋当作诈骗集团，但是慢慢的因联络，同我太太如讲，也嗰种真实的，如讲，那闽南文讲。伊人国庆日当天酒宴，伊都想用下人的东西来陪下人去品食。哦，所以下人都开始来规划讲，下人用来做得较精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一摆伊人有请人的国宴都取消了。哇，按摩菜，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帮人哋外国的朋友好好来送一下人哋台湾，甚至于讲人哋客家的口味呢，唔怕啦。假使讲哦，能继续用心喺行下去，无先下一次行喺有机会啊，什么？有个疫情也没永远都安尼嘛。系啊，冇唔错。哇，观众朋友，今日听嘅阿芬嘅故事，系咪同各本嘅经验，亲像夹来试一下，有条无用嘅舞伴本身呢？阿芬啊，将自家喜欢嘅东西用心做到最好，甚至有个差一些都可以喺外国的朋友面前展现我哋传统嘅客家口味嘅模菜。不过继续用心做下去，某一天有一日还系有机会，系咪安尼？阿芬，多谢我今日带来按精彩故事，从按好食点心哦，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观众朋友。我这是好食的鹅粿舞伴之前呢，继续听到我哋欣赏来运动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